即係都無可避免要跌一跌穿，試翻之前嗰兩次，即係近26,000點附近嗰啲低位，試下支持力度，睇下守唔守得穩，先至可以決定個市況往後點樣走啦。咁啊，國指都係個支持率大概15,000點左右附近嘅水位啦。咁啊，其實因為即係個上升動力比較欠缺一啲，因為即係外圍因素就係淡一啲。兩個原因啦，大家都聽新聞聽得多，美國同埋即係內地方面都有啲因素影響翻香港股市啦。美國方面經濟衰退，成個市場都係憂慮緊呢樣嘢。究竟美國經濟衰退會唔會拖垮全球嘅經濟，拖垮全球嘅股市咧？另外內地方面亦都係即係為咗即係打壓呢個經濟過熱，就不斷就推出一啲宏調嘅措施，咁勢必影響國企股嘅一啲今年嘅盈利嘅表現。所以我哋見到每一次反彈嘅時候，高位係即係每一次係低，每一次反彈高位係一次低過一次，呈一個一浪低於一浪嘅反彈狀態。咁所以而家係一個即係比較難啲嘅入市嘅時候嚟嘅，係一個徘徊搏反彈嘅一個時候。所以即係留意一啲認股證或者牛熊證嘅策略嘅時候，係有一啲嘅唔同。咁喺呢啲嘅唔同嘅情況之下，其實首先要了解翻窩輪同埋牛證最基本嘅一啲嘅知識，先至可以定到個策略，究竟先可以提高翻自己一啲勝算。咁啊，不如我首先問大家啲問題先啦，有冇買賣過窩輪或者牛證啊？或者知唔知道窩輪同埋牛證係啲乜嘢嘢啊？唔知就啱啦。我今日就想講俾大家聽，呢啲係咩嘢嚟嘅？首先咧，呢度就有一個好大隻嘅輪字，然後咧呢個字就好唔好意頭嘅，咁兩個字有啲似樣喎，但我希望覺得大家唔覺得似樣啦，如果唔係即係我會比較即係有啲行家擔心一啲。咁我整得呢一格嘅簡報出嚟，就梗係話兩樣嘢係唔等於㗎啦。咁啊，唔等於嘅，我就希望大家覺得係唔等於，因為即係往往好多朋友唔係睇唔啱個市係點樣樣，唔係睇唔啱個出市入市位，而係因為唔係好清楚窩輪係點樣樣，而揀錯咗一啲嘅窩輪，所以變咗贏唔到錢，甚至乎係輸錢。咁譬如話係即係我睇淡港交所嘅，我睇到佢可能會跌落去200蚊，甚至乎係190蚊左右。但係有啲朋友走去買咗一啲110蚊嘅認沽證，或者買咗啲140蚊認沽證，咁根本就係啲咁價外嘅認沽證係即係到價機會係好低。咁所以就算話港交所跌到落200蚊，佢都唔喐，贏唔到錢。又或者係即係講緊係一啲其他嘅股份又係。譬如話係中石油啦，咁我睇可能有啲朋友短線睇佢上到14.5或者近15蚊左右，但係亦都係走去買咗啲20蚊嘅認購證，亦都有到個機會，亦都係好低。咁就算政府一反彈嘅時候，又係啲認購證係唔喐嘅，咁又係贏唔到錢，甚至乎係輸錢。咁歸根究底都係對於窩輪嗰個認識唔係話太足夠。咁所以我今日就想講解翻俾大家聽窩輪嘅一啲基本知識同埋點樣揀先至係最啱。咁啊，最簡單嘅嘢先啦，講下窩輪係啲咩嚟嘅先啦。咁啊，窩輪即係認股證。咁窩輪呢個字咧，英文譯音嚟啫 ，warrants。咁其實即係最簡單嚟講就係話，你買咗呢隻窩輪，如果你揸到嘅時候，咁你有一個權利去行使呢一隻嘅窩輪，就係用嗰個指定嘅價格去買定沽嗰個相關資產。咁你睇好嘅話，你留意嘅係認購證係 call 輪；你睇淡嘅就留意到 put 輪係認沽證。咁啊，今日主要同大家講嘅唔係講公司輪㗎，因為有啲公司會發一啲紅利嘅認沽證俾啲股東去換股。咁但係即係平時大家講開窩輪係講我哋啲發行商、投資銀行發行嘅一啲嘅被動認沽證係就用現金去結算，就唔係話去換股嘅。咁啊，其實可能即係大家覺得揀輪都幾難嘅。咁因為一打